2026年1月19日星期一，今日天氣晴朗，陽光普照。哇！有隻鴿仔飛嚟同我 say hello，hello，hello。有咧，呢兩座樓前年喺中班同學過嚟嘅時候，啱啱鑿地，而家已經係蓋咗頂啦。我而家準備去搭巴士揾飯食啊！溫哥華最長嘅一條街 Hastings， 40幾年前嚟嘅時候，呢條係一條主道嚟㗎，由溫哥華 downtown 一直出到去郊外Port Moody 嗰邊，呢條 Wellington 夾住 Wellington 直向南行啦，就去到我住嘅地方。呢度遠遠地都望到我棟樓啊！Amazing Brentwood Tower 3。繁忙時間喺西向東行呢就好忙碌㗎。今天個晚飯就係一碗滿毛味純化豬手粉，再加一杯三色冰，咁又一餐啦。感恩各位在職的人，養牛的，做粉的，種菜的，為我準備咗一餐咁豐富嘅晚餐。喺宋向食完晚餐，而家大概5點鐘到，行 Hastings 行返屋企，睇就好近啦，行就要2公里路。遠遠地都望到嗰幾座樓啦，就係我住嘅地方咯。1、2、3，哇，2公里，但係點解咁快就到呢？都冇咁多風景睇啊！